好，并且啊，有这传说，因为这个是解水上气质，因咱目睭有两好，咱的耳孔有两好，咱的鼻孔有两好，咱的嘴一好，我7好，目睭拢会当含色，耳孔含声，鼻孔含味，啊嘴孔啊含色，鼻孔含香，嘴含味，啊，味好的好调比较大，若味口不好比较大，有分别。所以咱人咱就讲爱修，就是拢这几个话来讲，就是拢这7号啦，目睭2号啦，去看到人啊，报互咱的意，大这安怎，伊讲听着，会去闻着，食着你拢这7号的指标。所以咱叫做伊这7号爱个印象是讲，毋是讲言伊7号，这7号就是讲拢袂使。这袂使讲当袂去检查啦，咱讲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条件。你了解了影响味触法这个了解，这个了解。着音了着点，去了解，这是两个道理。所以人家说，这7号啦，这个钱，那安尼咱们理解音意，咱就清晰。因为拢这物件，目睭报来，耳孔报来。鼻啊过来，咱就直接就鼻过来，你来呐，然后人来加工去注意，这个起心动念叫做我，叫做发，叫做启发点。所以咱就一介绍这个两个，所以咱来讲到理由动机，这是讲这研究，但是你咱这个对这个题，题就是讲咱是来解释的，题。大书，也是叫大书，是咧讲的是人做别人啦，讲人做别人，分清人啦，所以呢，大书，会当做人的教史书啦，会当做人的记者书，会当我们民间见解，会当开幕，也当编叫做大书。所以最近有一本经典书，是经常做别人啦，所以呢，伊大书。玻璃，现在就叫干涉。玻璃的基点呢，这个相当线，交筋部，骨骼关，南60里2万米，微山北桥，以第6三龙所创建，西元5802年，东西改名为中市，更多市，发花市，宋代另改名叫做南华市。设施这个花果是至今来存嘛，共有桂林大书完结的这个网站这个蝴蝶真真这个清朝建建其中以含量塔好田顶12种最称为最清文明啦当然，这是这是这个何老师因为伊去做这些资料啦这是讲伊研究的背景，咱讲到的这台湾话题啦伊这是讲伊研究的背景在消酒微技术这个消酒就是从古名啦消酒库啦这个水称为叫做东。这个东贵酒为交这种东贵这个时阵呢，叫做小酒啦，东有改为叫做紫兴分啦刚开始的紫兴分啦不久又学清小酒啦，无为当中这个学会这个小酒铺啦那为坑当店观察不刚店长官啦，应该为这个。小官小官小主管可能伊咧讲这技术微技术官僚这个微技术应该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官名啦，创意是东汉西汉这个时阵啦主将修复技术啦，地位
如同那个降它数语数啦吼，为专义不发低专完啦。初始其微技术以低微数节人啦吼，性情好混啦吼，好学吼，这个咱就可以讲这个微技术的发明。但是微数这个人，伊做这个技术官，安尼对吼。这个技术官是当时应该是政府监中的监察机，咱的监察院同这个意思吼，所以拢会去监察给咱政府对一个官员，对一个所在不公啦吼，当去处理这个代志吼。官僚当然是讲当去州府。内底来研究，这个讲内底吼，入班签书这入班来签书啦吼，咱做事情签这个大书出年交整台湾是港统啦吼，台湾字内底好写啦吼，为主当交州府不甘愿的河西啦，一度改名为这个台湾字北部改成这个天宁字吼。南宋定名为这个货运公司啦吼，这个潮州微技术，出入影响的这个代码是这个角色吼，这是咱的主线的记载。为言开言国法开言国法，当然这个开言国法啦吼，伊拢讲是今日咱的了解吼。这种是一个因缘，这个因缘是国家来讲来讲，就多一点，爱情这点，然后这个开源做法然后，那么伊有咱的迄个咱的家己有咧讲这个言有分做哪来？有分做四种啦吼，有分做四种，第一个呢，第一个因缘吼。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多元缘，多元缘吼，第三个时间缘无间缘第四个这个增上缘但这个有些论啦吼，有些论内底当中但是到有些论啦有些讲这有些论有些讲这数点当然因缘这是讲经济的意思因缘是讲经济的意思这个经济，因就是一个经济，缘就是因缘。